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东方姨大家今日老安尼同下来做运动，今日同下做运动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大家准备好吗？安尼开始我来做暖身运动。暖身运动呢，走天我们的身体贵肾我血液循环会比较好，用身体是会好暖，做运动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运动咯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可以两只脚拉你的肩头去平一样宽哈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两只手并按你的肚脐顺头。我们要先做一个运动是腹式呼吸。因为腹式呼吸来讲哈，做运动配合我们的腹式呼吸，这样好容易出力，而且比较不会舒爽哈。开始呢，来吸气，从鼻孔把气吸进去，吐气的时候肚实出力，顶我们的手，用嘴巴吐出来。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。肚实会出力，把我们两只手顶出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鼻孔吸。好，吐气，肚实出力。你过来做5摆哦哈。来吸。好，吐气。好，够吸。好，吐气。够吸气。好，吐气。记得吸气的时候，肩头不要耸肩哈。来吸，吐气。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吐气。好，腹式呼吸走台。第二个动作，来两只手，并按你绕啊。好，一样，两只脚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要做右脚往后勾的动作。好，再来左脚往后勾。好，在做勾脚的动作，身体有气气哦，不可以弯腰驼背。好，来，我们预备连续做哦，开始。对，很好，左脚。好，右脚往后踢。嘿，你走在轻量吼，如果你的脚掌啊走在踢到你的食物的时候吼。如果你要踢到食物的时候，我记得身体不可以晃动哈。如果好气不稳的来讲哈，你是没踢按够，嘿，很好哦。好，再来，啊，动作可以慢慢的，可以加快哈。嘿，前脚、左脚、前脚、左脚、前脚，嘿，很好。来停，然后动作来讲哈，我们做完之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有点热热的感觉？还有是动后哈，因为我们身体要开始做运动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骨盘没有做运动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两只手并按你骨盘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，往右，再来画一圈，按你食物画一圈到左边，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过来走一遍了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往右边，好，转一圈，嘿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很好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，整片画一圈，好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嘿，都走偏，再回来，好，我们勾来走3摆哦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转来，好，再来吸。画一圈回来，很好，勾1摆哦。再画一圈回来 ，OK， 好，勾来按钮润通我们的膝盖，好，手并啊背啊膝头，然后呢膝头走顺时钟，发看看哈。好，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膝头是不会痛的。好，假使你走会痛呢，是莫哭暗带，你走得气好去掉哈。好，来画圈圈。很好，好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最后我们配合呼吸，
来做一个画大圈的动作哈。来，两只手卡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画一大圈。嘿，搁平下来，过来一遍吸。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过来一次哦，吸。吐气，画一圈下来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刚刚这些5个动作做完，你身体有没有动念？这就是我们的暖身运动。准备好吗？你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头先呢？暖身运动做太嘞，我开始今天的运动哦。今天的运动来讲哈，是肩颈放松的运动，一样哦。你走在这垫呢上面做运动，所以只不看呢，你走在轻重好稳的垫呢来做运动。准备好吗？天顶啊，你都要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好，首先呢，你凑完垫呢上面哈，一样凑一板时候，莫全部凑，然后再来背呢。不要靠着我们的垫呢哈，要挺起来，所以凑一板。好，准备来做运动哈。首先呢，两只脚绕你的肩头平宽哈，脚尖呢脚直向前面。好，然后手压起来，手压起来哈，然后吸气，吐气呢，让手卡起来。好，搁变过来。往头顶的方向，把你的背囊还有身体规张拉圈。好，来这边吸气，吐气，同时出力，慢慢的让手平下来。嘿，我们过来做一遍哦。好，吸气，吸气手卡起来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手掌翻过来，向你的天花板。规则身体拉圈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慢慢的平下来。好，这个动作来讲，把我们的身体前面还有背后，甚至你手臂的肌肉都整个拉了伸展哈。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向天花板整个拉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平下来。好，各做100哦哈，来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手掌向天花板，好，整个伸展，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数平下来。好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背囊的肌肉呢？动强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第2个动作哈，两只手一样哈，压起来，然后轻轻的靠在你的头那后背。好，然后两只手掌手掌哈，慢慢的向头前。好，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手掌用力让你的头拿往下，轻轻的拉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用你头拿后背顶我们的手，慢慢的抬起来。好，放松，平下来。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来，两只手压起来，放在我们的头拿当后背哈。手掌往前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，做点头的动作。好，你感觉你颈颈的肌肉如果很紧呢，就停在这里。假使你觉得还可以再往下压，那就吸一口气，吐气口出力，把你的颈颈往下拉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你头拿顶我们的手，慢慢的抬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平下来。
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你的颈颈的肌肉哈是不会痛的。假使因为痛哈，那就不要做的那么用力哈。哎，你过来走一遍哦哈，来数，用安尼跳那当后背。好，数掌向头前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低头，身体要挺直哦，肚脐耳出力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。哦，做得来哈那很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用头拿后背，慢慢顶，慢慢顶，嘿，再回来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哦，吸，吐气的时候呢，点头，嘿，数，慢慢的往下搬。停留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够慢慢的，哎，往后顶，抬起来，好，数慢慢的，不用下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对于长期有低头滑手机的，说讲阿爸或阿爸妹来讲哈，哎，这个动作很好哦，记得要当你走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第3个动作，放松你颈颈侧边的肌肉哈，然后把你整熟，放在我们的背动后背，好，靠近你死部的地方哈，然后左手靠着我们的头呢，对，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呢往侧边拉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用头拿顶我们的手，转来，好，放下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换左边哈，把左手一样哈，不用按你背弄后背，然后呢靠近我们屁股的地方哈，右手轻轻靠着你的头拿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往整片看看而来，好，因为感觉你的侧边颈颈的肌肉很，好，有没有觉得很？不会痛哦。如果你会痛的话，是莫赖按出力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我们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用头拿顶我们的手。慢慢的回来，好，放轻松，手表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颈椎的活动度的训练哈。2张手轻轻靠着你的抬脚臂哈，然后你把头转向右边，好，请用你的鼻孔呢可以对着我们的肩膀，哎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那现在往左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呢，往左边看，好，记得下巴跟你的脖子没有做点头的动作，这是错的哈，偏移过来。假使有对乡亲朋友来讲，你看不到你的镜头，没有关系，好，你只要转一半，看45度角。没走单哈，好，我们再回来，狗走一遍，整片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整片看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回来，肚脐会用力咯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往左边看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，好，这个呢是活动我们颈椎的运动哈，子夫卡呢你也可以做做看哦。好，最后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下巴的运动哈，要把2只手握拳哈，看啊表扬你的下巴，好，轻轻的放着，然后这时候呢用我们下顎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手哈，来吸气，吐气下顎，对，出力。然后你的手呢，也不要被下顎而移动哈，它顶我们的手，手是要下顎松转起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
吐气的时候，手柄下来，哎，看天花板。哦，把脖子前面的肌肉放松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狗转来，狗走100哦，哈，两张手握拳，柄下啊。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下岸和手互相顶，跳那没有动哦。好，5秒，1、2、3、4、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跳那往上看天花板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刚刚这个动作来讲吼，对于很多低头族，可以放松我们脖子、头前的肌肉吼，是很有效的哦。记得当你走人堂哦，今天的人堂就到这里了哈。凤英台尬狗来聊，再见。